观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，嗯，啊你今哎，仔走去佗啊？坐船要去佗？我这阵要去团录音吧？哦，听讲这是福音船，我细汉诶时，咱想定定听着吼，伊会去倒一个国家吼，伊嘛进前定定来台湾对无吼？即嗯，阵较对，少，因为迄个啥物疫情了吼，就较少。听嗯讲伊五十档行5年地球哦。啊，我这后壁是对，我这是哦，你后壁是咧爬山，爬山，是咱今仔要阿里山的来讲。顶悬，搬山过岭吼，因为听嗯着一个声尔，有一个牧师哦，伊就走来台湾吼，因为听着啥物声，逐个约看觅啊吼，听着一个啥物声，你敢有因为听着一个声啊就走去一个国家吼？这是真无简单诶，伫迄阵嗯，无简单诶一个代志，对无嗯，吼？对，真欢喜。啊，咱今仔日，咱今仔要来讲台语诶，叫做啥物？声相连会，量，声连相连话哦，会啊，嗯声连话，所以爱听到最后哦，才知影这是啥物吼？声连话吼。好，咱今仔日要讲诶即个牧师吼，含即个福音船共款吼，足侪嗯国诶人，60个诶人吼，因为听着即个。因可能有听嗯到啥物声，所以因愿意吼对嗯即个船来行吼。啊来，即嗯，个牧师叫做杜家德，家己杜家德牧师，干嘛？伊毋是派来嘿，台湾，伊是派去哦伫厦门，安尼，毋是台湾嗯。诶，伊要但是伊共款哦，伊所有诶宣教师若去外口诶时，因拢爱安尼用两支骹行足者路，哦考察讲即个所在会当传福音嘛袂？所以是安，逐位拢去，所以伊即摆伫宁波嘛坐船要转来因厦门诶时，有来台湾诶外口。看着讲哇，台湾敢会生做遮尔水！后来1855年诶时候，特别坐船去，无啦，1855是伊是来伫厦门，到1860，咱后场仔来讲伊伫遐听见台湾诶呼声，并且就是甲即个呼声，即个异象来传西方，就是英国诶教会，哦。英国教会后来就安尼来派马雅各牧师来啊。咱讲因为咱知影许多英段16章9节的所在，有一个保罗梅士看见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求伊讲，请过来马其顿帮参愿。杜家德牧师呢，伊有那是共款，有听到台湾有一个呼声，即个呼声是伊看到什么反应得来？咱来看后壁一张因为伊为什么伊伫遐呼发，伫遐伊诶，就是讲伊诶呼声真有效果。嘿，原因是伊诶兄哥就是格拉斯哥大学新学院诶院长，嘿，迄个迄阵叫做新教诶院长啊。是，嗯，所以所以伊就是像迄圣经内面吼，保罗迄阵嘛是，有一个马其顿人，嗯伊是美是看见诶呢？免死看到着，没是其实伊毋是真正看见的，伊这是啥物异象哦？伊上来讲，可能伫民梦，还是伫啥物，就像杜家迪来台湾，看着台湾讲，哇，我行过遐尼济，无讲嘿，我搬过一个海，因讲是诶话佫是共款，佫规个台湾岛讲诶话也拢是共款，伊就哦感动，伊就知影讲上帝要叫伊较紧来，因为伊伫厦门已经学会晓讲厦门话。所以厉害，伊会晓讲台湾话啊，所以伊就想讲有一个呼声要叫伊来台湾啊，对，是安尼啊。就是讲伊伫160160诶9月伊就是坐船来伫河尾，河尾就是淡水啦，
甲漫画就是万华吼，伫台北市啦，即摆台北市啦，伫遐考察讲遮敢适合来遮团录音。伫伊个日记内底有写吼，伫即个市内底有细啊几条啊长长诶街路，啊徛伫遮诶徛去诶人呢，因拢讲厦门话。佮全台湾即个岛，因讲诶话也是用厦门话较普通，这是一个无平常诶现象。即个无平常，就是讲伊诶异象啦。然后伊听着上帝诶声，就像马其顿来吼，像保罗听着马其顿人叫伊去遐帮助呢，共款诶意思。伊为什么伊有安尼感觉？伊讲我经过台湾海峡遮尔远，因讲诶话甲厦门话阁是共款，甲我学诶，我已经会晓讲诶话共款。但是若伫中国，又若伫中国行足济路啦，行去向北行，向南行。伊讲行过一段路以后，因讲诶话就袂通啊。像伊上海的上海话啊，来宁波的宁波的苏州的福州的，逐个拢无共款。为什么搬过一个台湾海峡，阁是共款？所以知影讲，这就是一款台湾人的呼声，伊要来传录音。所以日记个安尼写，真强烈的一款呼调吼，讲来遮帮长阮即句话就是为了讲来遮帮长阮，就是来台湾帮长阮。以后杜家迪几啊届写批互册话，就是写批互英国教会啦，要求派宣教师来台湾。经过伊安尼报道以后呢，苏吉兰长老会就派马雅各医师来台湾。原来马国医生是因为伊来诶佫是伊甲带来，杜家迪甲马雅各带来。是，就是为即个厦门来到即个艋舺诶所在吼。伊第一届是坐船来遮考察台湾，敢有适合传录音，有一个感动，伊讲真水啊，较紧来。伊讲台湾真水啊。听有呢吼，袂歹我若听你好就好啊吼，即阵咧学什么斯洛伐克，你去到倒一个所在，敢讲共款诶。像阮听讲即阵以色列有迄个泰国人伫遐，我伫遮吼，若听着泰国人讲话，嘛是足欢喜诶。因为咱想要共故乡诶人吼，会通讲泰国话安尼，足欢喜诶。所以咧，福音就是福音就来到台湾啊，这165年。杜家迪牧师呢，就是陪马雅各伫5月28，伫打到定陆，伫遐讲话啦。后来当然马雅各就来上重要诶城市府城。即个拍狗就是高雄遮。打狗就是高雄市。来伫岸边就是府城就是台南市嘛。后来因为后来就是台南市做府城啦，因为讲府城就知影全台湾府诶府城，本地府城，即个所在伊诶名叫做台湾。后来呢，台湾创互全诶台湾岛来号名。本地台湾是指台南市尔啦。是指着府城安尼尔吼。所以就是即个是。所以后来都拢伫遮嘛吼。175年，伊个影响伊诶学弟巴克勒来台湾。就是咱巴克勒来台湾是较慢啦。175另外10当后巴克勒来。巴克勒就是因学校诶学生。巴克勒为什么会对19岁就决心要传录音？佫逐年诶生日拢签名，甲上帝拍契约，讲我全心拢要奉献落去。就是因为受即个杜家迪牧师诶影响。所以就是遮重要哈。虽然咱讲一点点心意尔吼，讲一个甲因诶国家诶人讲，紧派人来，
无想着到讲派遐尼济吼，就是一代搁一代诶人来。即个牧师伊听讲迄阵伊着足认真咧学迄个伊学厦门诶话，佮想讲一定爱甲厦门话，甲伊写出来，互以后来遮宣教诶人拢会晓。佮伊后来发现愈重要，就是讲厦门话真重要，因为规个台湾岛拢是讲即款话所以讲，若要来台湾，着拢爱先伫厦门学厦门话。所以伊国共款伫遐学厦门话是安尼。差不多，经过到要半冬后，才来台湾。所以伊就伫遐做一本字典，这本字典是较早对外国人足大诶帮助，就是厦门甲英文诶大词典。伊内底拢无用汉字啊，全部拢用英文甲罗马字讲台湾话，因为迄阵台湾字就是用白话字来写嘛。所以真无简单。这本册内底就拢无用汉字。是，因为足侪字无法度用汉字写。因为汉字写袂出来，写出来佫是人袂晓读，所以你写迄无路用。逐个人拢袂晓读，安尼你写迄总写。印袂出来。英国咧印无汉字，因迄阵袂当印汉字啊。是。所以伊就即本册拢总用英文甲台湾诶罗马字。后来呢，后来巴克咧牧师，咱前礼拜讲诶嘛伊甲即本字典用汉字去甲添起哩。就是后来。逐日拢有8点钟伫即个顶悬，伊编即本字典是用足侪心情、足侪时间。所以有派2个人帮助你，一个是英国诶是约翰牧师，一个是对美国来诶达马治牧师。即个达马治后来有真有名所以咱台湾以后，咱就知影讲为虾米番仔火就是达马火，保佑就是达马加，就是对伊啦。应该咱上有讲过袂记哩啊。原来即个是一个达马治。即个美国，因为伊伫厦门研究厦门话，然后甲厦门话用英文，就是用罗马拼音甲伊拼出来，拼出来变成大家咧着用伊诶字来甲整个诶圣经翻译。即本是足大诶，对台湾足大诶帮助，互袂晓看字诶人会晓家己读圣经。是，所以这就是巴克勒牧师伊来甲伊增加订新诶版内底有汉字，所以后壁有注明一个讲巴克勒牧师有甲伊修订过。所以是真厉害。迄本乌皮迄本是原来也袂规本拢英文。原来杜牧师做诶，即个巴克勒牧师搁加汉字，迄阵就会当印汉字啊迄阵汉字是伫上海印诶，伊即本英文诶是伫英国印诶，无共款。是，咱今仔诶台语教室要来介绍一个因为咱看着即段，咱拢看一段一句圣经啦，迄句圣经出现诶字，咱来甲伊说明。今仔日看诶即段是讲保罗梅西，后来梅西，为什么伊要点2点？双连话啦为什么要点2点？人逐个拢点1点，伊就点2点，有啥物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咱来看卖影诶。这叫做双连话。每时就爱安尼读，就讲你若有点2点诶是头前迄字袂当变音，就是读原音啦。因为本地台湾字就讲后壁若佫有字，头前迄字一定爱变音。每时若2话就讲你即字就莫变啦，即特殊诶莫变音。毋过尾仔字呢，时你爱读轻声。是，不管你读几声，你拢不管，就是读轻声就好。像讲梅是，即个梅就是讲照原音读啦。
是，像迄下骹老师迄第四个看四个，无对，共。咱看无咱看正评倒评，咱看倒评啊，日式、美式、日式就是白日嘛，来第二句无去，即个系无袂当变了，无去。我一支笔无去，我用出笔无去，就是讲歹去啊。若讲下骹讲无去，下骹字吼讲无去。你一位嘛，一位你就袂当，你就爱第五音变第七音嘛，变无去，无去就是讲我无去。我今日无去下骹啦，我今仔日无去倒位啊。所以双连话甲一话是无共意思诶哦，读啊读无共款。过来上尾啊，迄个吼是诶。你头前爱变你嘛？那四个就是四个嘛，四个人。来正平迄边讲四，即种共款啊，四个内底中有两画，两画头前迄字就袂当变音，袂当变你就读做四个。毋是迄只咩？迄只四第三音来，我讲毋对。四个你就变第四个意思。我是阮兜诶第四个，你是第三个、第二个，就讲第几个。还有头前顶悬遐，还有后日，甲后日，有啥物无共？后日就是将来某一日。你借我甲你借100箍，我后日要还你。后日还你我就是2工后，我就要还你100箍。我若讲后日还你，迄就等足久啊咯。后日就是讲后日我若有钱甲还你，我若拢无，你就无啊。我若有想着，才来还你。老师甲你借200，后日较还，老师会讲毋免还啊，安尼对吧？后日后来双连话甲单连话有啥物无共？就是伫遮来变化，这是一个例啦吼。就是讲两话是你毋免变音，对，头前迄个，后壁读轻声，头前迄个毋免变。若一话就头前爱变音，后壁照原地音读是安尼。好，安尼观众朋友学会晓啊袂吼？真欢喜，今仔日个学着即个吼，逐个进前吼，袂记你发音安怎讲诶，爱转去看进前诶节目吼，会当看着吼。咱后礼拜就伫我伫台湾啊，伫台湾看甲逐个空中见面。圣诞节，咱也要来讲为虾米有即个圣诞节吼？观众朋友，恁圣诞节要去佗位咧？恁敢有听着虾米声吼？今仔日讲诶，听着一个声就较紧去吼。有当时啊，可能有听着人咧讲虾米？有人咧求帮助，来吼，咱会当做无听着。诚侪时候吼，即阵诶人拢毋敢去帮衬别人，对无？拢讲这危险哦，可能会去互骗，还是安那发生啥物代志吼？我真正足配合迄个宣教师吼，伊拢毋惊吼，去互破屎嘛袂要紧，迄种诶吼，毋惊诶精神吼，所以会当甲遮尔侪好诶消息传到世界。就是讲毋通消灭圣神诶感动。是。你有一个感动，你毋通甲消灭。对。若有人有感动要送我礼物，毋通消灭，较紧定来。真正我最近吼收到一个泰国朋友寄来卡片呢，即阵阁有人咧寄卡片，真正无简单哦。真感动，真欢喜吼。今仔会当伫遮跟观众朋友、跟老师做伙学，即个听见什物声音，台湾诶呼声，然后听见什物声音吼。就去帮赞人诶，家己饲一个赞，
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来澳洲1:10。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。咱这个节目是台湾的台人新教会林老师、泰国的 KMO 基金会做伙联合主持的。希望咱会当搁较入摆咱家己的故乡，来讲家己故乡的故事，看上帝的心意伫你的故乡。好，安尼后礼拜再会。好，欢喜，感谢。